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！萬軍之耶和華，他的榮光充滿全地。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為大哉奇哉！萬世之王啊，你嘅道途義哉誠哉！主啊，誰敢不敬畏你，不將榮耀歸於你的名呢？因為獨有你是聖的，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。耶和華，沒有能比你的，你本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。萬國的王啊，誰不敬畏你？敬畏你本是合宜的，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，雖有政權嘅尊榮，也不能比你。你們要站起來稱頌耶和華你們的神，永世無盡。耶和華，你榮耀之名是應當稱頌的，超乎一切稱頌和讚美。你唯獨你是耶和華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並天上的萬象，地和地上的萬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。天軍也都敬拜你。耶和華我們的父，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，直到永永遠遠的。耶和華，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國度也是你的，並且你為至高，為萬有之首，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。你也治理萬物，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。我們的神啊，現在我們稱謝你，讚美你榮耀之名。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，從亙古直到永遠，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。他改變時候、日期、廢王、立王，將智慧賜予智慧人，將知識賜予聰明人。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與他同居。萬民啊，你們都要拍掌，要用誇勝嘅聲音向神呼喊，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，並且歸順他。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，他是管理萬國的。耶和華說：日子將到，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權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。在他的日子，猶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。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。大哉敬虔的奧秘，無人不以為然。就是神在肉身顯現，被聖靈稱義，被天使看見，被傳於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榮耀裏。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，且將智慧賜給我們，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。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，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。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，是神本體嘅真像，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。他洗淨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。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，無不屈膝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於父神。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，也歸於羔羊。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，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，說：阿門。頌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柄、大力，都歸於我們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阿門。那24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說：阿門，哈利路亞。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：神的眾僕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無論大小，都要讚美我們的神。我聽見好像群眾嘅聲音、眾水嘅聲音、大雷嘅聲音說：哈利路亞，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掌管國度權柄嘅主，我哋要靠住主，依賴主嘅大能大力作剛強嘅人。主啊，願所有大能勇士都要穿戴神所賜嘅全副軍裝，就能夠抵擋魔鬼嘅詭計。因我哋並不是與屬血氣嘅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政嘅、掌權嘅、管理呢個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屬靈氣嘅惡魔爭戰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賜嘅全副軍裝，好在磨難日子抵擋仇敵，並且成就你一切，還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穩了，要用真理當作大隻束腰，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，又用平安嘅福音當作預備走路嘅鞋穿在腳上。此外，就要拿着信德當作盾牌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嘅火箭，並戴上救恩嘅頭盔，拿着聖靈嘅寶劍，就係神嘅道，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並要在此警醒不倦，為眾聖徒祈求，也為到我哋嘅國家、我哋嘅城市守望禱告代求。願復興臨到我哋嘅國家、我哋嘅城市、我哋嘅教會、我哋嘅家庭、我哋嘅工作，叫人人認識主，個個得救恩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